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新增加10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过年入境的检疫方案，已经有头一批民众已经完成7天的检疫，即卖会使登去处理啊，进行后壁7天的居家检疫。以前指挥中心有强调讲，一定爱踮厝内，袂使拍走，而且一个人一间房间，嘛袂使甲亲戚朋友交陪，违反规定，上当罚100万。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本土是加0，不过新增加10例境外移入个案，5男5女，年龄在20外岁到50外岁，来自哥伦比亚、美国、柬埔寨、越南、英国甲印尼，陆续有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加强边境的管制，加逼到当地境外。对着过年检疫方案7+7+7。2日开始，头一批返来台湾的民众会陆续返来厝内进行7天的特殊检疫。指挥中心提醒，特殊检疫期间，敢留伫厝内底，免出外，也免共用房间、浴巾啊，斗阵食饭，违反规定的相关会罚100万块。12月14号入境，那应该从今天开始会有可以陆续期满168小时哈，那返家接续后7天在家居家检疫。回家之后，另外还会有一次的 PCR 所以 PCR 检测，请依卫生单位通知，那指定方式到这个指定的地点来采检。过年即要到啊，真侪人返来台湾过年，对着变异株的威胁，即阵还有21%民众无做过疫苗，第二剂的注射率只有65.9%。指挥中心提醒，每一个人拢应该完成做2剂疫苗的基础预防针，预防重症甲死亡。另外，免疫不全、免疫力较低病人，基础的预防针必须比别人加做1档的基础加强针，才有法度来增加这个保护力。另外，第3档也算伫基础的这预防针内底。另外，已经做完2档预防针，一般民众5个月了后会使做第3档的对解预防针，会用做无同的品牌。抗体最高的是 RNA 疫苗，就包括莫德纳跟 BNT， 保护效果95%左右。再其次是蛋白疫苗，再其次 AG 疫苗，以纯打疫苗的抗体高度是这样排，所以在混打疫苗的时候，它的抗体高度也有这样的倾向。指挥中心呼吁完整做完2档的预防针，计5个月了后，会使自由来选择疫苗的厂牌去做。2日下晡有738400剂 AZ 疫苗会到桃园机场，到即阵为止已经有超过853万剂 AZ 疫苗到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向东平线，北部、东部较淡冷，加人甲新北雨会较粗，早较凉。来看温度。今日咱共款受南边云系影响，也毋过雨水已经无昨昏遐尔高。准北台湾早起雨会较粗，气象局即马是针对嘉南甲新北发布大雨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是15度2，明仔后日水气会减少，剩食方面的北部、东半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渐雨。若拜六耶诞节有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到位，强度有可能会达到要活寒流的级数，全台湾的温度拢会明显下降，愈换愈寒。若礼拜日到后礼拜一，剩无10度，关山嘛有机会会凉雪。来关心台南的南化，伫昨暗6点59分发生规模4.6个地震，深度敢若9.4公里，上大震度伫台南的南西有4级。地震嘛造成当地变电所配电故障，造成有13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伫昨暗10点已经排除啊，即马电拢来啊。规条车路暗暝暝拢看无，若有车驶过，才会当小可看到淡薄光线。台南南化区2暗发生规模4.6个地震，台南南西区甲药井区一寡所在，伫地震后失电，规个拢暗暝暝。警察赶紧派人巡逻指挥，当地民众讲到迄当阵的情形，就是瞬间地板很明显的觉得上下跳动，然后因为有下雨，所以有觉得有雾的感觉。对，整个路边就是起雾这样子。起雾这样子啊？对。按落吓一跳。有啊，我还尖叫。伫监视器看到地震迄当阵镜头一直海，出来物件也拢规个底油。另外，这边的孤单落入温泉的镜头也翕到地震发生迄当阵监视器随失电。这边地震台电的南华二处变电所跳电，造成永靖南西13077户失电。这吓一大跳！出去看应该就整个都是停电，都停电了，南西区就而且都是停2停电了。次了，对第一次是短暂性的，对，一下子就复电，然后第2次是比较长，就是停到现在还在停。
台湾各地进度，台南市上大是4级，高雄3级，嘉义县嘉义市云林县2级，屏东、彰化、花莲、台东、南投拢是1级。台电成立应变中心调度抢修了，伫暗时10点，南西地区已经全部拢复电。伫人过了，南部科学园区经过巡查，并无停电，厂商无受影响，所有运作拢正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昏向日本的原能会申请讲要救一条海底泵坑，甲一寡透波的装备，要到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利用这条管线甲漏掉。希望明年6月份开始起，打算2023年4月份完工开始使用。来关心中国时报。每年民国111年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规模是有2兆2621亿。民进党团昨昏雄雄出报，对每一个委员会甲各部会的预算案拢抽出来要交付寄托，跳过委员会初审，这是引起在野党的批评。骂民进党主动立委审预算的这款是阿爸的行为，嘛批评民进党倾向独裁，无注重民意，嘛放调讲会提出关切。来关心自由时报，第18届国际科学奥林匹亚国中组的比赛，咱台湾有6个国中生结共摕到6个金牌，排世界第1。台南一中的林轩宁摕到理论奖，也有总成绩的特别奖，是全世界头1个。新竹县合并案议题即马引起讨论。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新竹县市合并是下民众的期待，嘛讲用党派个人的利益来想即件代志，眼光正下。因为台北市长郭文铁是批评讲合并拢是为着选举，也毋过新竹市长林志坚是批评郭文铁，讲伊是新竹人，哪会讲出互遮尔切心的话？三政府讨论县市合并的议题，就新竹县市合并达成共识，毋拿调野激烈来辩论，地方更加团结反对的声音，认为是对新竹特别好。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到新竹出席活动，新竹市长林志坚徛伫边仔。苏贞昌强调合并符合大多数县民的期待，更加批评讲有党派考虑是看法伤歪咯。对于台湾加强与世界竞争的能力非常有必要。所谓党派个人的考量，那是太偏狭，同时也太低估了。合并比这期是为了林志坚特别来打罪，台北市长郭文铁批评是为了选举。林志坚是表示，郭文铁出身新竹，应该对家己的故乡多多来鼓励。另外，是不是有意要来参选大新竹市长，伊只是回应这是下一阶段的问题。柯市长应该要有同理心，应该要理解家乡新竹人的一个期待哦，不要让大家心寒。仓促升格的话，那未来的4年一定是吵吵闹闹。我想这个是执政者不可不慎的事情。新竹县长又无可反对这么赶紧合并来升格，已经要求县府相关局处先做好相关的准备。这阵民进党团总调1名郭建明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法的草案，第49位党籍立委支持，不过包含永延会、永和甲正国会这11名立委无联署。国民党团是坚决反对因人来设事，呼吁郭建明甲立委撤签。不要为了某个人的政治前途，而让国家法令为一个人而修改。有参加联署的立委蔡适应是表示，因为希望甲国人也纳入考虑，所以讲后来撤签。郭建明表示，草案是党内高度的共识。民进党团立委也开始在立法院议场门口排班，每周伫拜5议会来提交，确保第4法草案会用列入报告事项进行后续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为着要压制厝价，新竹县即马宣布要推动囤房税。那高雄是因为台积电要去设厂，所以高雄的厝价即马直直起。高雄嘛公布囤房税草案，讲扣来税金会用伫少年家税厝租金的补助。房价一直起，互少年人烦恼买袂起厝，为要实现居住证基袂少县市，拢决定推动囤房税。新竹县伫台北、台南甲高雄了后，日也宣布推动囤房税，预计2023年开征。拥有3户以上、5户以下的，我们是提出2.4%的税率；持有6户以上的这个房屋，我们的税率是课征3.6%。新竹县预计开征囤房税了后，会有1.3万户受影响。
为管辅导的高将600多万税收，今年因为台积电进驻房价一直压悬的高雄，11月底就宣布要推动囤房税，也毋过要安怎推动才公平？学者建议应该排除继承还是公职性主体等非故意持有多房的民众。今天不是处罚他拥有这些财产，而是说因为他这些财产他没办法使用，所以如果他拿出来出租，比如说像公益型的社会住宅的这种包租代管，那这时候他就不应该有差别的税率了。高雄市府下昼公布囤房税草案内容，采纳各界意见，排除公同共有、主体甲租赁主体等9种毋是囤房性质的厝，其他有3户以下、4户以上毋是家己住的厝，扣税拢着悬。草案规划是在3户以下的部分，我们是用2.4的税率来课；超过4户以上，我们是用3.6。那这个方案，当然我们还会排除非属囤房的部分。高雄的囤房税草案22将正式公布，预计年底进行送记回审期。高雄市长陈其迈强调，囤房税将为高雄另外带来大约3亿的税收，这笔收入将会全部用伫青年租金补贴，实现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3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826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2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100万例，法国嘛超过868万例。耶诞节特别到贵，这是欧美的大节日，活动真济，聚会嘛真济。就惊疫情会因为大家放热搁压起来，美国即马宣布讲，要分5亿个快筛试剂予民众来减轻病院的医疗负担。另外，英国伫耶诞节进前，未搁加严防疫措施，会先予大家过节。那德国的下年，即马是有限制聚会人数，因为 Omicron 愈传愈吃力，泰国嘛宣布讲，入境的旅客即马拢爱隔离。所以我来关心国际疫情的综合报道。伫泰国通报第1例本土 Omicron 的案例了，为了要阻止发生新一波疫情，当局2月宣布重大边境防疫措施。明年1月初时进前，外国旅客免隔离的体检就通关 Test and Go 计划暂停。主管2期有方向的旅客先留伫普吉島嘅沙亞計劃。ที่เข้าไปช่องทางต่างแต่เราจะมีการเว้นแต่ว่าหลังจากวันนี้ไปแล้วเนี่ยก็ต้องเข้ามาในระบบใหม่ก็คือกลับมาที่เดิม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西方国家今年的圣诞节也是有真侪限制。美国伫顶礼拜新增加的确诊有73%是 Omicron， 已经是即马主要的病毒株。总统拜登宣布要提供5亿剂快筛试剂送到民众厝内，减轻医疗系统负担，也叫无注放射人赶紧做。If you're not fully vaccinated, you have good reason to be concerned. You're at a high risk of getting sick.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died from COVID-19 in the past many months.has been unvaccinated. 世界卫生组织2警告 ，Omicron 自11月底出现到即马，已经伫欧洲至少38个国家出现，甚至已经是主流的病毒株，包括丹麦、葡萄牙甲英国。真侪国家政府因为圣诞节要到啊，防疫措施也做一寡调整。英格兰伫圣诞节进前防疫措施未变，苏格兰是限制看球赛人数，取消爱丁堡新年庆祝活动。We can't rule out any further measures after Christmas and.We're going to keep a constant eye on the data. Including football effectively spectator-free over this 3-week period. 德国宣布半年前限制聚会人数。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也是第1个采取严厉措施的地区，包括透早1点到6点宵禁，限制社交聚会人数上最10个人。葡萄牙夜店爱关起来，建议未来2礼拜尽量踮伫咧厝内工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南非是世界上性暴力上界食力的国家之一。疫情期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今年第3季有9000多件女性防操打的通报，有的甚至阁无名。等于是一天尔就有超过100件性侵害案件，内底有8人会被杀害。南非的政府嘛形容讲，性犯罪甲疫情同款头疼。西碗盘准备食的南非这间庇护中心最近生活的妇女，每一位拢有心酸的故事。
Before I moved from the house, he drove to the beach and told me that, look, this is where I'm going to end your life. 29岁郑桂林之前予伊判虐胎拍，伤感正严重，伫咧病多9个月，这是身体的伤，心理的伤，到即嘛也袂好。The way for me to end this thing is to partake in awarenesses and spread this thing to the world. Teach young girls, teach young boys about this thing. 像郑桂林这种案例愈来愈多，伫过去几个月，南非因为疫情封锁，性暴力犯罪快速增加。官方的统计，今年7月到9月，就9556位妇女被性侵，平均一天登记有案的性侵案就超过100件。国家惊人的是，每3点鐘就一位女性被殺害。Every woman having boundaries, have a way to say no, and seek help as much as you can. 南非政府讲，当地性暴力犯罪已经敢若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大流行，将要常态化。国会为了要阻止暴力，9月通过3項法案，要嚴懲性犯罪，並且加強保護措施。不過團體認為效果有限。Women still complain about the treatment and the non-responsiven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And I think that also links to patriarchy that is still very deep-rooted in our country and that needs to be looked at seriously. 受害者協助團體講，南非嘅男性對男子氣概有錯誤嘅認知，國家上事業嘅情形嚴重，所以呢行為國家偏差。除了法律，也自教育這方面做，若無敢若是靠天罰，效果有限。公司新聞徐焕玲編譯。那地中海移民的問題嘛，已經幾若冬啊，有一寡移民搬山過嶺，對意大利的邊境爬過阿爾卑斯山入去法國。那山頂土勢閣寒，無死嘛半條命。加在有愛心的志工佇土地進行人道的救援。天漸漸烏暗，移民冒着性命危險，為意大利邊境進入阿爾卑斯山區，行路進入另外一邊的法國，佮轉往德國。這一路過海拔寒冷，愛冒着寒死、意外死亡受傷的風險。若講互邊界巡警發現，也會防遣返。好佳在山區有志工，出於人道之心，幫助這寡移民佇樹林沙地中立起來，提供保暖的物資，佮帶因前往避難地點。C'est un jeune Iranien qui est arrivé hier soir dans la nuit. De ce qu'il a pu nous dire, il a marché pendant 15 heures du coup dans la montagne hier soir, en sachant qu'il y a eu des grosses tombées de neige hier soir dans la montagne à Briançon. Donc il a marché pendant 15 heures. Il nous indiquait que dans les montées, il pouvait y avoir de la neige jusqu'aux hanches et dans les descentes. 地中海移民危機拖小幾年，地處歐洲極右派民粹思想徛起，各國攏索案移民避限。就有數百名志工，2016年起，就佇阿爾卑斯山區協助這寡為衝突迫害地區流亡、無路通仔替移民。志工經營收容所，日時啊佇山區開路，予移民暗時啊有正確方向會當找，帶因前往安全地帶，必要時陣治療凍傷甲其他疾病傷患。Pourquoi on fait ça? Parce que c'est comme un marin en mer qui veut pas qu'il y ait de gens qui meurent en mer. Un montagnard, il veut pas qu'il y ait des gens qui meurent en montagne. Taliban come, that's dangerous for me because I work with a foreign organization from Turkey until Greece. 25 days I working.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伫當地引起新一波的離境潮。關係山區寒冷的阿富汗人，真濟人選擇陸路，先行往伊朗、土耳其，坐船到希臘，佮用行到意大利，包括阿爾卑斯山，進入西歐。移民青年雷薩伊成功渡過阿爾卑斯山的考驗，來到法國邊境城市布里昂松，歡喜傳送實地影片向家鄉的母親報平安，煞來也要繼續行，邁向上尾目標德國。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丹麥價格最近是甜一甜，已經無位啊！丹麥政府打算要開2億1千萬的歐元，向科索沃租300間家樓，要租10年，關外國還人。兩個官員坐幾排，簽署意向聲明書。丹麥司法部長海克魯普20甲科索沃的司法部長哈奇烏達成協議，要甲科索沃以10年2億1千萬的歐元，差不多是66億台票的計數。租一間監獄，內底有300間牢房。
而且资金会用来改善科索沃监察的系统，也有发展热能。I think this agreement hopefully will solve a great deal of our problems with our overburdened prison in Denmark, but I also hope that this will allow Kosovo to invest in its prison system. 从2015年以来，南北监察的人数是压关要20%，监察内底警察人数无增加，电脑减少。目前南北监察的人数超磅已经超过100%。根据协议，为2023年开始，南北会甲部分的犯人送去科索沃东南部的城镇格尼拉内的监察，主要是以防关了出狱了后，会防赶出境的外籍犯人为主。Ne po ashtu për opinionin kemi kapacitete në shërbimin korrektus të Kosovës janë diku gjithsej 2500 vende, i kemi 700-800 vende të lira dhe kemi marrë përsipër që të gjindemi mbretërisë së Danimarkës në këtë sfidë me mungesë të kapaciteteve. 这间伫咧科索沃的监察会由南北人来做监察长，嘛会含在地工作人员共同管理。监察内底下用南北法律。另外，协议的内容嘛包括南北10年捐6000万的欧元，差不多是19亿的台票，来协助科索沃发展热能。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阿拉斯加南部早起发生规模6.3的地震，深度是125公里，目前无发布大海中的警报。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日批准美国诺瓦瓦克斯研发的预防射列入紧急使用名单。来关心 Omicron 疫情继续扩大，德国建议自第3档的时间到第2档，让3个月就好。那以色列嘛已经宣布讲，60岁以上的会当自第4档啊。镜头搁倒来，咱来关心有外国媒体报讲，咱台湾互中国嘅间谍渗透，甚至搁讲总统身躯边嘅人，嘛有人是间谍。咱国防部是表示，真侪咱拢有大声阻挡啊。有立委即嘛是认为讲，爱立法设一个国家安全专业法庭，互有国安知识嘅专业法官来审理这案件。两化对立相关，中共除了强化对台军事动作，也传出强调的乌手存入国军，就连总统身边的随扈也封点名。外国媒体路透社发表土地台湾政役第3篇文章，指出台湾受到强谍干扰，国家以史上上大强谍案，下这种为例，以香港成立人身份，秘密替中国招募间谍。许多案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常常就接到官兵的检举跟反映，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也都在安全管控的范围之内，可以避免造成泄密以及出现实质的损害。针对外国媒体事件强谍渗透，学者分析，两方有谍报工作真正常，中共的渗透主要透过陷害情绪、金钱、突破心理防线。我想很重要是法体系的强化，除了就是国安无法包含反渗透法之外，那相关的这种情报作业的就是泄密行为的判刑的刑度，可能要合理的依比例给它加强。重点是我们整个防谍的一个做法不论是这个制敌先机做预防，或者事后的危机管理等等，这个要做一个全面的检讨。因为过去强谍案多数是轻判，立委表示应该检讨防谍加反制的机制，提出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反渗透法等修正草案，加立法设置国家安全专业法庭，又有国安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审理案件，要学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刑度，吓惊强谍渗透。记者综合报道。这段消息来关心咱台湾的女子卡球队10月军伫巴林参加亚洲区足计赛有摕到胜利，明年1月军就要去印度参加回来赛，这嘛是让14年了后，咱台湾的女子卡球队搁进入亚洲杯。过14年，中华女子卡球队搁再晋级亚洲杯，国家队新的战袍嘛也是新的。主场的球衫规身躯是深蓝色的火影，台湾长尾山鸟发上的核心，配着红色白色右线，凸显国家队代表配色，让选手更加熟悉来应战。它像旁边这边就是有一些开叉嘛，之前一些球裤是没有做这样设计，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要抬腿，还有就是可能展开的一些动作，然后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裤型是有让我们觉得比较舒服。女子卡球队2020年1月中旬就要穿着新的战袍，在印度参加亚洲杯。按签表，中华队甲地主印度、中国大陆甲移动分伫 A 组。
总教练岳后河南讲，即阵球队状况也袂歹，不过也未到用顺利来晋级。どこもちゃぶ台で楽なグループはないので、その3チームに対して、しっかり準備して、戦い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目前来讲，我们评估起来是有机会进入前6的，因为说起来我们的签虽然说不是特别好，也不算差，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很有机会。2023纽澳世界杯女子骹球比较男子骹球对24队增加到32队，脚协理事长柯继林讲，整个亚洲前6名直接摕到世界杯门票，目标是真明确。即阵团队正努力，让女子骹球队在正式比赛进前用到别国来训练，提升强度甲实战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公投结束了后，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就跳出来讲，明年咱会欠电。严格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出来驳回讲，咱用电无问题。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即嘛是表示，政府甲民间爱合作，重点是咱台湾要安怎度过能源转型。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断言，明年的欠电就惊成真。对着欠电的问题，国内企业的大头家再去甲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经济部长王美花这部会首长召开闭门的会议来讨论，明年总电量到底是不是有够呢？会督促台电大谈8、9号机组如期完工，来提高前场的总发电量。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明年欠电是地基的问题，而且最近一直在买绿能，不表示2030年年底前25%厂房采用绿电。短期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讨论太多，所以需要这个政府和我们一起合作，要一些超前部署，主要是在绿能起来以前，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度过这一段的过渡时期。增加天然气减少烧土炭，未来能源的配比，天然气2025年达到5成。不过，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峰批评，天然气排碳量无加，无影响依赖。天然气全世界在减用，台湾要增加为50%，我想这个政策必须要检讨。2022年，经济部设定太阳光电设定的目标，要比今年成长2.25百万千瓦，必须达到11.25百万千瓦。另外，2025年最终目标是达到28万千瓦。不过，2025年了后无目标，天气停电的状态，甲世界各国有落差。建议应该提早规划后小5年到10年中长期的目标，一直来提升绿能占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铁伫屏东潮州甲南州之间的滨高道，伫昨下晡有一台大只的货柜车，因为伤悬，全掉伫滨高道袂顶袂动，影响2点钟。台铁表示会调查原因，嘛要求赔偿。载着一个货柜的货车，就安尼卡伫滨高道袂顶袂动，顶面的韩国门因为弄着冒落去。离下头发生伫台铁潮州站甲南州站之间的田寮路滨高道，货车通过时阵，货柜去弄着第2座的韩国门，规个起去。因为车身离铁轨路无到1公尺，台铁这段路线就暂时停止通行。天天走怎么会天天走了不知道高度嘞？先撞啊！啊，随便啊，先撞啊！前面那个先撞的啊，撞了之后变凹下来，你就撞到了。他们然后凹下来以后，没有人指挥啊，没有人指挥交通啊。这个滨高道韩国门标示悬度4.2公尺，货车驾驶讲车辆的悬度是4.1公尺。逐工经过这拢无代志，高级期台铁人员无做好管制，因为事发进前1点钟，都有一台货车经过，先安全通过第1座韩国门，也毋过果真前到第2座都弄着，所以赶紧倒铁路到路边。质疑这个无市民二通反映，安尼好，现场人员也无摆天筒，对那个管制。详细的情形我们后续再做调查。那个目前我们在等那个救援的怪手到。台铁除了紧急调派吊车将车辆拖离开，以恢复路线通行，也提出测来量地面到韩国门的悬度，敢是像标示的4.2公尺，以厘清肇事责任。也强调，若讲调查是车辆违反航权，影响台铁营运，将无排除向车主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个国校的学生囡仔，10月底时伫学校内底撞甲另外一个学生囡仔无细字段正面对撞，造成骨折爱开刀。
家长昨是批评讲，学校拢无要无紧，无协助处理，希望教育局要介入调查。2名学生正面弄到，无偌久，其中一个学生规个倒伫涂骹，引起附近学生甲老师的注意。这件发生伫10月底，汤圆一间国小内的校园意外，倒落去学生的母亲离异伫新北市议员陪同，出面指控学校无紧急送医，叫家长家己带转去。后来囡仔送医过程也阁吐血，诊断有头壳骨支气的伤害，只会当住院开刀治疗。我是一个做工的。要维持一个家里，可是我的孩子现在这样子，我根本完全没有什么任何收入，学校又不出来帮忙。那学校凭什么说你可以都家长会出来，你学校自己都可以不用出来？对，这样的话，那家长情何以堪？他们的孩子受伤还要来道歉，这是什么样子的道理？议员就期代志发生了后，家长会解决协调，因为处理态度无好，颠倒互家长心灵，造成二度伤害。对此，学校强调有帮忙申请学生平安保险，老师也到病院探望2摆，并无积极处理，更加无推卸责任。我们就带着那些学生平安保险的资料，还有带着水果过去关心小朋友。平安保险那一块，他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一天有1000元的病房补助费，然后医疗手术费用好像也是实支实付。如果没记错，他上限好像是5万。不过，议员认为学校第一时间的处理无够积极，希望汤圆市教育局进行调查，要求学校负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来关心屏东潮州的三星社区的中央厨房，为了要服务在地时代甲偏乡的老大人，有请营养师来设计菜单，提供健康的食食，予老大人健康食饱子。真青草的菜色，鱼肉拢总有。这是屏东潮州镇三星社区的中央厨房，大家真用心在做便当，都是要互社区甲偏乡的社会人。甲家己一个人大的时代，会当食到营养佮健康的物件。我的菜色有花椰菜，迄个也是梅子苦瓜，个高丽菜，炒高丽菜。主食我们的主食有鸡腿，大排，还有很多，还有鱼排，对，应付各种不同口味的客人。三星社区的中央厨房，甲别人无共款的是，因有经过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卫生管理评价。而且摕到优点，另外，因阁设全国头一个农药残留的检验站，要来确保或者老大人食的物件拢是安全的。那我们1年大概供应大概有10万个长辈吃我们的餐点哈。那我们这里所有的师傅都是经过有证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里所有的菜单都是营养师开出来。替这时代送餐的人员讲，家己一个人带社会人服务，因感觉真欢喜。投入公益关怀，买单更加落实长照计划。我们在地方上一些偏乡偏村里面有很多需要照顾的一些边缘户老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申请到中低收的资格在这个边缘户里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去怎么协助政府来照顾更多的一些政府没有办法照顾到的一些独居老人。三星厨房提供的唔但是健康的便当，透过互动，会当更加了解这社会人的需求，甲温暖甲关怀送到有需要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布袋的罗凯文物馆当地举办特展，展出上百领强美式团的罗凯族传统服装，也有用品，而且是由族人用族语来小解这珍贵文物。一项一项做甲真有路的陆改配件甲服装排开，也有各种族人的生活用品。这是屏东布袋的陆改文物馆所办的特展《陆改珍宝老布布路》。老布布路接受生活用途，也是社会意义的手工用品。这场特展佮含国立台湾博物馆也有部落合作，总共展出超过100件文物。是这几年来规模上大的陆改文物展，而且因阁找族人做伙来编写文物的说明牌啊，用陆改话语加强文化的主体性。文物说明牌上面的解释啊，还有它的一些照片啊，其实都是雾台文物馆还有雾台部落这些共同撰写的。所以说，文物虽然来自台北，来自博物馆。那么，但是整个关于文物的这个意义，关于文物的知识，却是
透过这次返乡的过程重新诠释。希望部落的青壮，我们的学子进来，然后开始在当中看见早年部落生活的概况，同时看见鲁凯族这是可以成长，实际上当中的文化智慧蕴藏在当中。透过和台湾博物馆合作，让一寡陆家的古文物会当回乡展览，除了让族人看到强美戏团的传统服装、用品甲族群特色，嘛希望让来参观的民众更加了解陆家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有99年历史的嘉义旧家乐，目前是国家古迹，而且伫这届的台湾设计展内底嘛是主要的展览馆之一。设计团队利用楼房加楼，佮结合在地人文，打造有艺术嘛有创意的空间，互民众会当来翕相，会当体验无同款的台湾设计展。你好，欢迎光临九间青年旅店。柜台人员清楚问好，但是这毋是地点，是家己的旧家乐。为了配合家己市台湾设计展的举办，透过设计团队的装塔，让这座家乐有全新的感觉。每一个创作啊、艺术品啊，都会很直接，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哇，这就是嘉义人做出来的东西，是很有热度的。刚好加一些装饰啊、一些色彩，所以孩子们倒不会觉得很害怕，还蛮开心的这样。一间一间的番人间啊，有艺术家的创作空间，嘛有在地人文的小街。甚至佫甲病舍改造是会当啉饮料的所在，改变过去家家黑暗的气氛。今天为你特调这边是叫做家有老木，然后它是以就是燕麦奶为基底，然后里面还有加一点快木的香料。觉得这些还保留还蛮 OK， 而且还蛮创新的，它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死板很可怕。它透过色彩，然后透过软性的材质，然后透过共创的双手，然后去打破大家对于监狱既定的想象。伫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乐，到档已经买100档。这届配合台湾设计展的举办，加做展览的主场之一。设计团队表示，这毋但是台湾设计展上有特色的展览馆，嘛互家乐所代表的符号有了新的解说。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林摆年有通过国家重点领域产学合作甲人才培育创新条例，要协助国立大学设立重点领域研究学院，培养人才。昨昏，阳明交通大学就成立全台湾头一个产学创新研究学院。请接海，阳明交大产学创新研究学院揭开场。总统蔡英文一透早来到新德市参加阳明交通大学产学创新研究学院的成立大会。蔡总统表示，半导体人才培育真重要。有好的人才，台湾半导体产业才通继续领先国际。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激烈，我们要让台湾继续维持国际领先的地位，培养下一个世代的高科技的人才，这就是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好，阳明交通大学表示，产学创新研究学院未来会甲产业界结合，透过合作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现今半导体与自动讯产业碰到发展最大的瓶颈，是我们非常严峻的人才缺口，超过100台半导体的设备，而且有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教学训练洁净房作为训练设施。台湾科学园区今年总产值3.48兆，甲去年相比成长3成。其中新竹科学园区1月到10月产值就已经超过1.3兆，从业人员也成长到165000人，估计相关人才的需求会搁再成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农委会林务局为着要减少湿地变做绿地，影响保育，伫12月20日时已经废止原本是依照文字法设立干道自然保护区，要甲转做咱国家重要的湿地。不过野鸟协会是烦恼讲，未来人工在草红树林的时，整体规划甲处理，若是无专门的单位来负责来看，这生态是真好恢复。因为它有一些特别的植物啦。
美丽湿地有各种的水饺，有黄吉灵、金眼的、甲乌面腊杯，这拢是干豆保护区主要保护的水饺。不过，即马传出红树林拖生了伤多，自本水饺休困的蓝仔地变做绿地，影响保育成果。农委会20公告废止自本依照文字法划设的自然保留区，未来甲改做国家级湿地，应该是不错吧？可以升级总是好的。其实关渡自然保留区，它在民国75年被指定的时候呢，主要的保护标的就是生活在泥滩地上面的水鸟，有超过130种的水鸟。可是因为红树林其实比较大幅度的扩张，以及占据那个大部分的栖地，水鸟就渐渐的被树栖型的鸟类取代。林务局表示，经过台北市政府的调查，即马保育的水饺种类干大村48种，即马正做国家级湿地，会当用湿地法来维护，就会当人工草红树林恢复水饺的物种。核心保护区，核心区，你讲伊5年去巡一届，啊，那5年了，伊环境大家讲安那会变较差，搁落级。落去给一般区，国家迄个生态阁愈加愈乱苍苍嘛。野鸟协会总干事烦恼未来红树林撤掉的后续处理，还有负责规划单位若无明确，水鸟的生态又是无法度得到有效改善。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促转会伫9月份的时有提出要甲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规划。伫昨昏有民间团体嘛进一步提出民间的看法，伊是认为应该先甲东上刷走，而且大门爱关起来，议对嘛要换所在草案。促转会9月公布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计划甲园区转做反省维权历史公园，依图包括蔣介石东上等等维权上顶，按算伫明年向外界说明详细方案。民间团体今日进一步建议，伫东上刷走进前，爱带先有其他的措施。伫还未刷走以前，中正庙大厅的大门应该暂时关起来。三军仪队长期伫中正庙大厅内操演对维权者的崇敬仪式，应该该刷起自由广场摆楼的下底。我们非常急切的想要知道，到底这个方案何时以及如何要来进行真正的转型。民间团体批评韩国不要替有维权争议的总统曾多焕办国葬，西班牙嘛甲国内独裁者 Franco 的东上拢拆除，但是台湾的维权上顶虽也是用国家的力量在维护。针对民间的建议，促转会嘛提出回应，例如说一队的展演到这个广场进行等等吼。那我们之前也有类似的想法，那我们也能够赞同说，在整个转型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各个主管机关、文化部啊等等，大家一起来共同这个参采这个配套的建议。促转会表示，详细方案会伫明年5月提交行政院，伫明年3月左右会向大众收集转型相关的建议，以导游展现互民众了解转型了后的模样。记者阮兆水台北报道。世界真心实，世界嘛真有爱。耶诞节伫要到归，世界各地有真侪有爱心的慈善团体在关怀弱势。伫西班牙，就有耶诞老人慈善路跑，替火山爆发的受灾户募款。那伫巴西，有耶诞老人专工去庄卡所在，关心弱势囡仔。几啊千个民众装作圣诞老人的造型，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参加路跑招标。这个慈善路跑是要替进前火山爆发的受灾户来募款。Todo para ese sitio me parece poco, porque realmente han pasado por unos meses y unos días que a nadie le gustaría tener. 伫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帕马岛，顶一日火山爆发，造成千外人都要离开走去避难，至少有2900栋厝受到损伤。天灾地使济民众失去家园。即马圣诞节就要到啊，慈善团体希望透过路跑的活动来募款帮助这个受灾的家庭。这个圣诞老人改坐船啊，巴西亚马逊河边，济囡仔是真欢喜，直直摇手要来迎接圣诞老人。红色的衫甲青翠的树篮是形成真强烈的对比。圣诞老人搬山过岭，坐3点多钟的船才到位。虽然穿这束衫是热翕翕，不过因每一年拢坚持去拜访这个生活伫偏乡较散车的囡仔，而且送礼物给因。Nosso desafio é ir aonde ninguém vai. Então,
É uma campanha que não é uma distribuição de brinquedos, simplesmente é uma festa de Natal, é levar um momento de alegria para a vida dessas crianças, dessas comunidades cuja realidade durante o ano é tão difícil. 罗西亚救援队的成员穿真喜气的红衫，利用水工的装备吊伫窗仔门边。另外一个是穿蓝色的洋装，搭分推车来探视伫个儿童病院内底的囡仔。Больница не место, где должно заканчиваться детство, тем более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годних праздников. Поэтому как же здорово, что вот эта акция есть, что столько людей объединилос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и чтобы праздник к детям сегодня пришел. 伫个寒冷的时阵，亲身去探视甲祝福，才会收到卡片甲礼物的600个囡仔，嘛感觉真欢喜，会当度过一个真难忘的节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气候反常嘛影响到亚旦老人，这安怎讲呢？因为在亚旦老人去送礼物的落啊，因为即马寒天北欧嘛是咧落雨，涂骹着结冰电酷酷，互因拢乌袂着物件通食。最近这20年来，落啊变黄酸嘛变细食。圣诞老人伫咧送礼物时阵，拢是靠顺路伫咧斗相共有细车。验过你可能有发现，即摆顺路拢较细只。住伫芬兰北部北极圈的奥里拉，家族9代拢是饲顺路。伊讲，最近这几年冬天温度较悬，雨较侪，土较容易结冰，顺路伫野外找物件食较困难，真少就变散。At least 20, 30 years we have had winters getting more unstable and especially early winters might have some snow and then rain and snow again and it makes ice covers which really cannot dig through and they can't get food in the winter as well as they used to. 因为顺路袂流汗，所以热天温度若伤悬，因会挡袂调，真侪顺路就伫咧热天会死去。为着要替因补充营养，奥利拉即摆另外提供一寡树叶啊、甲大草互因食。They don't like it as much as like me, but they eat it. It helps them to survive. 有一项针对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驯鹿做了20年的研究显示，驯鹿即马变做愈来愈细只，体重愈来愈轻，是气候变迁造成的结果。目前北极圈暖化的速度比地球其他所在近3倍，过去150年已经增加1.5度。It's not like the 1.5 is it would be a threshold that shouldn't be crossed, but I mean here we're going to go beyond that. I mean there are some projections that they even talk about 3 degrees. 驯鹿变较细只、变较轻，是全世界暖化一大警讯。芬兰是驯鹿的农户担心，即马因为采矿加土地开发的原因，和这项养殖业压力真大。气候变迁若是继续恶化，农民饲养的成本增加，无利润，到时恐也会冲击这项传统生活形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北部甲东部雨会较粗，若明仔载甲后日水气就减少。拜六是元旦节，有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到位，愈换愈寒。礼拜日到后礼拜一上介寒，往无到10度，关山就有机会会落雪。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